着這面罩，別看穿我，穿戴諷刺妖怪，心裏有把火，誰人聽聽他唱什麼？旺角嘅西洋菜街，每星期都有一個人上嚟聽佢唱歌。佢就係紅爆網絡嘅蒙面歌手龍小菌。破天荒由歌迷營救集資出碟吧，日頭係中文 Miss， 夜晚就換件戰衣走上街頭表演。蒙住面，除咗唔想影響工作，亦都係因為我都好想聽我唱歌嘅觀眾呢，係唔係因為我個樣貌，又或者係我嘅身材去喜歡我嘅音樂咯？我好希望佢哋係先聽我嘅音樂，然之後先去留意我。因為小菌以前係大肥妹嚟㗎，唱歌硬好聽，一樣俾人笑，於是就決心減肥。蒙住面為小菌加多一份神秘，亦都令網民多一份好奇，起佢底。但係佢哋有冇諗過，其實佢哋起嘅人可能係錯嘅呢？咁佢哋會影響到嗰啲人嘅生活咯。阻止唔到，唯有接受，因為小菌希望透過自己做更有意義嘅事。其實有一首作品就係救援啦。我靠這軀殼賺到了苦楚，青葱的歲月係那個他解開。呢首歌就係講一個關於援交嘅故事啦。咁其實就係我教書嘅時候，即係補習學生啦。有一個補習學生佢話咗俾我聽，佢出去做援交嘅一啲經歷咁樣啦。我好希望透過龍小菌呢個形象咧，可以喺音樂入邊俾到一啲正面嘅價值觀啦，又或者係正能量啦，俾時下嘅年輕人，又或者係市民大眾咯。小菌上個月辭咗教師份工，籌緊錢準備出碟啦，遲啲仲會去台灣嘅海洋音樂祭表演添，所以話有實力唔使靠樣，一樣可以成功㗎。我靠這軀殼賺半秒歡樂。